新竹县台湾吊桥今年4月，互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检测认定讲是需要赶紧维修的危桥。乡公所即马是已经甲吊桥封起来，禁止通行。也毋过因为无经费通过修理哦，观光客是感觉真可惜，当地店家生意嘛受到影响。原底应该是观光景点的吊桥，即马煞互阿蒙头护拿甲铁网仔扎起来，边仔佫有禁止通行的告示。新竹县台湾吊桥超过40年的历史，今年4月，互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做危险桥梁了后，到今也未修复，也影响到当地观光。它本来是一个景点嘛，哈，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会少了一个可以逛的东西了。那吊桥一停掉了哈，对我们整个商圈而言呢，都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，尤其是商圈吊桥对面那几个店家、咖啡厅跟露营区。他们一直都在埋怨说，因为这也是他们很重要的吸引他们的卖点。相关单位表示，台湾吊桥修复工程除了爱换更色，甲吊桥顶悬的房仔以外，还有桥墩，差不多爱开3500万的预算。地方政府表示，这条钱对地方来讲实在有困难。因为它是算极度危险的一个桥梁了，所以呢，为了整个的游客、旅客还有乡亲们的安全，我们不得不做封闭桥梁的这个动作。跟县长来争取一些经费，来配合我们自己的乡公所的公库，我们开公库来协助。一人我是希望一人一半，所以一人有1500万到1600万。请公所先做初步的检测，以及估算未来施工所需要的经费哈。那因为到目前公所还没有提出资料哈，不邀请公所到县府来开会研商后续的处理事宜。新竹县交通处表示，接下去会找乡公所做会开会讨论，只要乡公所提出计划，就当用灾害准备金来补助，希望用早予台湾吊桥重现过去的光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